一天，牧师陪你读圣经。今日是10月19，咱们来看《哥林多前书》15章35节到49节。检采有人要问：死人安怎个活？因会用什么款的体来？戆人，恁耶落地的种子若无死去，怎会活起来？恁所野的，无论是马仔，也是别款五穀，不过是种子，毋是后来大长的形体。上帝照伊的旨意，互种子有形体。逐款种子有家己的形体，逐款动物的肉体嘛拢无共款。人的肉体一款，兽类一款，鸟类一款，鱼类搁一款。有天顶的体，有地上的体。天体的光甲地上的体的光无共款。日头有日头的光，月有月的光，星有星的光，甚至踏入星的光，就拢无共款。世人得个活嘛是安尼，待落去的会朽坏，搁活的袂朽坏。待落去的是必真的，搁活是荣耀的体；待落去的是软弱的，搁活是勇壮；待落去的是血肉的体，搁活是属灵的体。既然有血肉的体，就有属灵的体。所以圣经记载，头一个人阿当受造做有活命的人，不过落尾阿当是死活命的死。但生有的不是属灵的，是血肉的，后来才有属灵的。头一个人是对地出，是土造的；第二个人是对天来的。所有用土做的人，拢甲迄个头一个用土做的共款。所有属天的人，嘛甲迄个落尾来属天的人共款。都亲像咱有迄个头一个用土做的人的形体，嘛会有迄个落尾属天的人的形体。感谢主，咱的主互咱搁活的体，是永袂朽坏的体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